今日就由我陸兒同你走走南山萬象天地，以街區加盒子創新架構概念，重塑商業空間嘅美學。漫步於獨棟旗艦店群落嘅街區 Gentle Monster， 未來感櫥窗同 Drive Pro 機械藝術裝置作為碰撞靈感。24米高嘅 Bubble Coat Elephant 懸浮雕塑成為打卡聖地，文青氣息翻晒嚟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你哋好。我而家企喺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深圳叫做萬象天地。後面有一隻象啊，嗱，幾大隻象。今日我哋個女主角就係大亞灣首席陸兒小姐，你睇下幾靚女。又另一個形態，一個形式係見大家，你睇下佢幾靚幾時尚啊，真係。我哋咧就其實咧就相都已經係影咗，不過咧就我哋今日咧我特登錄影過嚟嘅，因為咧我哋係忍唔住，因為我哋既然有時間咧，就特登過嚟錄影。嗱，呢得個環境，喂，阿姐影呢個環境幾靚嘅，幾多人今日，係嘛？我咧就比較係影呢個時尚嘅風格嘅照片。今日佢都累咁靚啊！真係，如果我唔影咧，就真係對佢唔住啦。你而家着得幾型啊！不過你轉一轉個身啊，俾個大家睇睇。係啦，OK，你睇下係咪好靚咧？所以我就成日都話係二古二今嘅，真係冇得輸嘅。好啦，講住咁多先。陣間有機會再同大家介紹一下。以後嚟萬象天地記得揾我啊，同埋要訂閱埋 Alan Chan 嘅 YouTube 頻道啊！